今仔日是旧历9月初9中阳，即马人是愈活愈长岁寿，65岁退休了后，可能还有20年以上的人生。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各国政府就要提早定出健康高龄生活指南。已经退休的霍夫鲍尔将切细粒的苹果放入面剂内底，完了对必电水平行的方式。伊伫疫情期间开始用电脑线顶教学，讲课计时10钟，就将伊加入专为退休老人设的社会企业咖啡厅服务员。伊会晓用3C 的机卡，也甲带其他多车朋友连上线。几个姐妹啊也定期伫网络顶管见面，这是伊理想当中的退休生活。Es ist trotzdem so, dass ich einfach irgendwas Sinnvolles machen wollte. Meine Freizeit sinnvoll verbringen. 64岁霍夫鲍尔4年前为病院行政职退休，当年伫医疗工作环境，会真早就意识到，若要有健康的老年生活，都要趁身体还阁真健康的时阵，就开始准备。高龄社会一定到位。根据研究数据，65岁老大人退休了后，还阁用保持活动力的时间平均有10年。如何规划这段时间，是影响老年健康甲生活品质的关键。WHO 针对欧盟会员国提出的人口老化营养措施报告，建议各国政府赶紧研究健康高龄生活指南，鼓励民众建立良好的饮食方式甲运动习惯，各积极维持人际互动，确保身心健康的生活品质。建议真好的生活方式，包含65岁以上老大人爱加食草橄榄油煮的菜色甲肥肉的地中海饮食。另外，第运动每礼拜至少爱2点半钟的中度有氧运动。若是保持真好体重的人，每礼拜75分钟的运动就够啊。另外，一礼拜至少安排2天的重训来增强筋力，避免绊倒造成失灵。In Finland, they have a very multi-sectoral approach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in physical activity, in developing the infrastructure, cycling and walking paths, ensuring access to local parks, sports for all programs, so older adults hav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physical activity programs. 澳屏地区有9成死因是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甲呼吸道疾病等4种非传染性疾病。第四非传染性疾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无健康的生活甲饮食方式。WHO 呼吁各国赶紧拟定健康高龄的促进计划，而且提高民众的老年生活准备意识。来因提高高龄人口的身心健康品质。澳屏有讲每年上济营生80亿欧元的老年医疗加照护费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